大家好，我係楊英偉，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第一屆畢業，做過香港話劇團，做過有線電視婦女台，做過 TVB， 做過 HKTV， 而家我仍然都係一個演員。點解中意舞台劇呢？亦都係嗰陣時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咁呢就有一紮嘅同學就好中意戲劇，就開始有個戲劇比賽喎，參賽，咁啊攞咗好多獎嚇。咁亦都嗰陣時我係讀阿 King Sir 嘅 acting and directing 啦、public speaking 啦，即係演講啊、演技、導演我都有讀嘅。咁嗰陣好早識 King Sir 噶啦，亦都知道有演藝學院啦。咁嗰時自己搞戲，咁啊開始睇戲啦。我第一套睇香港話劇團咧就係喬峯。咁嗰陣時你知道啦，電視又有喬峯噶嘛？阿梁家仁，我唔知做未啦。嗰陣時好似都做噶啦，《天龍八部》啊咁樣。我心諗舞台劇點樣做喬峯咧？同埋嗰陣時導喬峯嘅導演咧，大師盧景文一紮好勁嘅演員。嗰陣時羅冠蘭都未做主角㗎，羅冠蘭都係做馬夫人嘅咋。一紮咁樣去做，佢係個半鐘至2個鐘，係濃縮到成個戲好精彩。我就諗一本小説4本咁厚，你點樣濃縮到一個劇係個半2個鐘而又緊湊呢？佢仲要一樣嘢，唔單止好好睇，佢仲有武打，仲有慢動作。係舞台上嘅慢動作喎，85年我睇住個武師咧，好犀利慢動作，係打關鬥都慢動作喎。咁成個嘢好吸引，咁令到我啟發到我咧，原來舞台係有無限可能嘅。跟住接觸到好多啦，譬如莎士比亞啦、布萊希特嘅三便士歌劇啦、阿 King Sir 導嘅哈碌戲班啦，哇係〜成個海咁大，咁所以就我畢業嗰年啱啱演藝就開啦，所以就去考演藝。我記得嗰陣時係幾千人考嘅，係收30個嘅啫嚇。咁所以考到係哇開心到癲嗰陣時。係95年我離開咗話劇團，95年去教書教咗大概8個月。其實我諗住教落去㗎啦。我好中意班學生，學校亦都好好，咁亦都睇到自己，你一路做你咪咁上下，你咪升科主任咯，或者你去第2間教咯，升咗科主任你就好緊，你要諗人工啊！嗰陣時我1萬零蚊，咁我讀埋教育文憑好簡單，咁你跟住你做科主任咧就3、4萬噶咯喎，你做到副校長又更高喎，咁你退休又有嚿錢喎，你唔使咁擔心生活啊嘛。咁但係嗰陣時咧教咗大概8個月咧，有個朋友咧就推薦我去見有線電視做節目主持咁咧就同佢一齊推薦我去。咁嗰時候我諗住見下嘅咋，見下咯咁樣。咁啊見一次，嗰個 second in 我有，咁我 second in 啦。second in 嗰個台長許佩斯。就係佢而家走咗啦。佢早幾年咧都仲喺英皇娛樂做管理層，同霍文希一齊嘅佢亦都對我好好嘅咁佢就淨懟份約俾我簽，second in 喎，懟份約俾我簽嘅我就少少你真係請我啊！我諗住去見下咁樣嘅啫，你請我死啦！點算咧？咁我就辭職其實我嗰陣時好想話你俾我教埋呢年得唔得？咁梗係唔得啦，佢都等人用咁樣。咁我未試過，我諗人生咧呢個係我最痛苦嘅選擇。班學生我好中意，點咧？我要3日內決定，因為3日我要返工㗎啦，要同我造型啊，要即刻做㗎啦。諗咗好多，
學生唔捨得，教書我都中意嘅，我口水佬。咁但係我自己問自己個問題啫，你中唔中意表演？其實真係嘅，所有從事表演嘅人，心底問自己一句：你有幾中意表演？你可以放棄乜嘢去做你自己心目中或者大家心目中嘅表演？呢個真係好緊要。我就問：中意？我好清楚，中意咁唔好做啦，quit 咗教書啦。我一清楚咧就走去講咗之後咧，我都同班學生講，我未試過係兩班學生咧喊晒我都喊，咁啊同佢哋告別。而家呢班學生有聯絡㗎，我都啱啱嗰陣時咧，就高志森、古天龍、杜國威出嚟開咗間春天舞台因為南海13郎又收得啊嘛，電影我和春天又收得啊嘛，兩個都有份拍，咁啊跳咗出嚟搞。第一單係搞咩咧？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劉雅麗、米雪、陳潔靈咁啊高志森揾翻我，好啦，做住先啦咁樣，咁就做我和春天，跟住做南海13郎。咁南海13郎嘅時候咧，咁啊珍姐又嚟睇咗我演出咧，佢就問蘇玉華攞咗我電話，就話你有冇興趣入 TVB 啊咁樣。我梗係有啦，咁去見佢啦。我就話其實佢就知我以為我仲喺有線做緊，其實嗰陣時啱啱離開咗。我話其實炒咗我㗎啦，我隨時嚟得㗎啦。跟住我記得珍姐，你做咩講俾我聽啊？你咁坦白嘅，你梗唔好講啦嘛。咁佢就請咗我。咁點解入真情咧？真情唔係我做㗎，係張兆輝做㗎。cast 咗㗎啦，但係張兆輝嗰陣時啱啱隻眼有事要做手術，醫生叫你起碼休息2年唔好拍嘢，就懸空咗個角色，咁我先至入到去嘅啫。成個古仔係咁啦。我今年4月翻嚟，你知道4月咩事㗎啦？4、5月 ViuTV 話拍悠長假期啊嘛，咁咧就。啲人抄翻我同100毛拍嗰條片，同阿盤菜瑩子啊、龍志權啊嗰個嘅MV，同埋100毛嗰個唔長假期，咁好多人咧就即係玩嘢啦。我覺得，哎呀唔接受，真係有人木村啊，香港只得個木村啫，就係楊英偉啦咁樣。嗰陣時係鋪天蓋地，喺 Facebook 啊、各大媒體啊咁樣。我記得一次咧，好笑啊！我搭地鐵啦，我而家住九龍灣頭，我搭地鐵，咁啊落地鐵站咧，就隔離有個女士啦咁樣，揸住個電話，我喺隔離啦，望咗我幾次，跟住話咩事啊？我睇緊你啊！佢就睇緊唔長假期，咁我覺得又好笑咯，即係嗰一刻係影響力好大，同埋亦都呢個角色最難嘅，因為完全唔係我一個大男人，喺現實咧，我都係大男人，但係我一個好錫屋企、好尊重太太嘅大男人，即係我會買餸煮飯，就唔係嗰種咧對個伴侶呼呼喝喝啊、懶醒啊、吹水唔抹嘴啊嗰種大男人，係要創造、要適應嘅。咁其中一個咧，教得我最多嘢咧，真係我到而家多謝思琪姐嚇。咁思琪姐係咩咧？佢係好真心嘅，因為我哋讀戲劇咧，我要諗合唔合理啊，我要諗整體啊，我哋唔係介意自己出唔出到位啊咁樣。咁思琪姐看在眼裏咧就係木村，唔好淨係諗啱唔啱。諗下自己出嚟好唔好睇，係喎，因為我哋戲劇係一個我哋叫按桑寶嘅整體噶嘛，佢就覺得唔好諗，要諗下自己，我做呢啲嘢好唔好笑，我做呢啲嘢觀眾中唔中意，我做呢啲嘢得唔得意，入唔入到屋，入唔入到觀眾心中，
咁另外家燕姐多謝啦，家燕姐係一個襟撈王、揾食王，咁佢又帶我去登台啊，帶我好多嘢啦嚇。咁所以其實真情到而家都係難忘嘅，因為都3年4年到而家，我喺維也納，就算有內地嘅人、有香港人，都係叫我木村嚇。即係表演藝術，咁我都係演藝戲劇學院第一屆畢業啦。咁呢個都係我終生職業嚟嘅啊！你無論有冇工作到，呢個都係我哋嘅使命。咁啊，今次翻嚟咧都特別，因為有間芭蕾舞學校就揾我做 MC，其實揾咗我20幾年㗎啦。咁啊，今年咧佢知我翻嚟都，喂，你翻嚟做啦咁樣。咁我竟然同阿師妹阿 Francesca 葵芳就一齊合作。咁啊，佢做編劇做統籌，咁亦都會台上咧就同我做一 part MC 啊咁樣。咁而我咧就係做晒成個節目嘅 MC， 做唔做主角做綠葉，就算出一場我唔緊要，最緊要第一樣嘢嗰個戲嘅信息係好戲。第二樣嘢咧，嗰場戲係有戲可演，即係唔係做一個可有可無嘅路人甲嗱。就算做一個可有可無嘅路人甲，若果你俾到機會我都要做一個咧係令到成個戲咧係有益幫助到嘅路人甲，有貢獻嘅路人甲。唔好介意做路人甲，介意你對個戲有冇貢獻，呢個係我嘅字典嚇。唔好介意個係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咯，沒有大小角色，只有大小演員，即係唔係話你戲份幾多，而係你對個戲嗰個戲劇成分嘅貢獻啊！呢點我最介意。目前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首先係九龍方面，界限街呈祥道一帶比較擠塞；香港方面，香港仔隧道來回都係比較擠塞嘅，而新界方面係大致暢順。好，下一節6點後交通消息再見。